大家好啊，又係我 Tom 啊！一早起身，今日早咗啦，8點零鐘起身，跟住落去食早餐，再落去咧就行幾步啦。因為落雨輸濕就唔敢行咁遠，因為啲路都好跣。咁啊諗翻咧，琴晚就好唔開心，因為琴晚嚟講叫做都7月14啊，即係農曆啦所謂。咁原來琴晚咧大嶼山咧呢度有個的士司機，真係大吉利是，佢因為爬頭。咁啊，都成59歲，如果冇聽錯嘅話，咁就行咗去啦。咁最慘咧，後邊個司機嘅座位後邊嘅乘客咧都會受傷，咁啊入埋醫院添。咁最主要事源咧就喺大嶼山嗰邊，咁啊你知的士司機都係趕住咁啦，咁啊爬頭，咁啊爬架貨櫃車，咁你知貨櫃車又好長啊嘛，咁迎頭就有架即係大嘅巴士，咁啊相撞，哇！我睇新聞咧，個的士即係接埋得好緊要，咁啊幸好後邊嗰個傷者可能有帶安全帶啦，或者佢坐喺左手邊，而係揸車係右手邊啦，咁變咗可能咧就影響冇咁大，咁但係巴士嘅乘客咧10幾人，好似12、13人到啦，都受傷，咁其實呢啲咁個叫做意外係防不勝防，但係話時話係防不勝防，其實就唔係嘅，即係唔好介意咁講一句啦，唔爬頭咪冇事咯。因為我都理解你話即係前邊有架貨櫃車好慢，你知貨櫃車又長，夜晚又黑條路，咁你變咗嚟講，正常嚟講貨櫃車都唔會行得好快啦，係咪？咁所以跟住的士嗰個係冇耐性啦，咁但係坦白咁講，你都成59歲啦，我諗揸車都有經驗啦，咁同埋個人都老練啲啦，理論上應該係有耐性，咁但係好難講，可能個乘客話：喂，唔該趕時間快啲又唔定，或者個的士司機可能咧就接咗個 order， 即係可能去入東涌啦嗰邊啦，咁可能咧即係放低個乘客已經有第二個 order， 又唔定，好多原因好多因素。咁但係最扼要咧，好多時交通意外咧，好似前日咁啫嘛。喺將軍澳有個的士司機又係即係爆咗胎，無啦啦俾後邊架車就撞瓜咗啦。好啦，咁好多時有啲新聞賣咗出嚟，跟住然後可能上法庭。或者 claim 保險，或者諸如此類，之後嘅嘢又冇公佈喎，即是咁樣變咗，因為好密啊，差唔多一個禮拜有1、2次都係呢啲咁嘅意外，無論的士司機又好，私家車又好，巴士又好，貨車又好，好多呢啲交通意外，真係好話唔好聽，死好多人。咁但係問題上好多時佢就咁報咗出嚟之後，事後有冇講出個原因呢？冇，即係我就即係唔係話乜嘢，即係好簡單啦。如果你政府機構成立一個專案小組，專係改善交通嘅意外嘅事件，例如譬如依個事故可能調查2、3個月，跟住你咪公佈出嚟啊？點解咁樣呢？咁如果市民睇到，可以有警惕啊嘛。即係可以話，可能因為爆胎喎，可能因為嗰個的士司機係純粹心急啫喎，可能佢又冇接到 order 喎。咁其實啲台或者嗰啲 call 台都有記錄噶嘛，即係話好多嘢可以去有關聯性，可以跟到嘅。嗱，點解咁講咧？我哋做市民咧都好擔心啊，係咪？咁你話我阿 Tom。即係我名叫阿 Tom 啦，咁我以前10幾年前都喺西貢揸的士嘅，咁好多時嚟講，有啲乘客一上車由西貢碼頭，佢跟住咁講噶啦，就話唔該快啲，即係類似咁樣講啦，定我唔記得咗佢點樣講，總之佢要快，即係意思係快咁樣類似，咁啊由呢個西貢碼頭去西沙嗰啲井頭啊嗰邊啦，即係嗰啲村落啊，跟住我答佢一樣嘢，盡量啦。嗱，我又唔想得失佢，係咪？我唯有話盡量啦咁樣，咁但係心中裏邊佢話快，我一定要定。
點解啊？因為佢話快，即係話證明佢好心急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問題上一話快嘅話咧，我有警惕啦，就要個人定啲啦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喺即係西貢揸的士，即係都有6、7年經驗啦。但係2、3年嘅經驗已經 OK 嘅啦，因為你西貢都係行來行去行，都係嗰啲村落嘅啫，即係遠嘅地方唔係冇去，好少。咁但係你諗下，紅色的士周圍去，又分日又夜，甚至乎有啲駁嘅，可能做特更。特更嘅意思可能咧踩通頂啊，所謂，因為架車俾咗佢24小時啊嘛，可能佢瞓幾個鐘頭，一路都連貫性咁樣踩，又唔定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綠的士有個好處，但係由於而家大西北又話古洞，又話上水粉嶺好多公路，又話元朗，又話天水圍，個覆蓋範圍都好廣嘅而家。咁變咗嚟講，綠的同紅的都冇分別啊！即係分別係乜嘢咧？係綠的係收少啲錢，紅的係收多少少錢。分別係過唔過到海嘅啫。因為點解？正所謂而家新界地區個區域都好廣闊啊，係咪？咁但係由於我嗰陣時喺西貢係揸某一個地段，例如清水灣啦，例如將軍澳坑口一段啦，例如北潭涌啦、大網仔啦，例如都係嗰個範圍裏邊，咁變咗嚟講，我掌握得容易啊嘛，出事嘅機會唔係冇，係細啲，因為熟路係好緊要。有一次咧，我咧就揸北潭涌，即係由呢個東壩。如果你哋有去過東壩，或者最近嚟講，咪有個破邊洲嘅，又話一日咧個限額係2000人啊嘛。琴日咧就有200人到去登記啦，類似啦，我都係聽新聞嘅啫。因為嗰度個旅遊勝地啦，的而且確去到真係海闊天空。因為我喺大埔咧就住咗10年啦，咁但係喺西貢都接近都住咗10年嘅又係。咁之前啊住香港區啦，咁但係搬到入去就西貢就諗住揸的士啦。咁啊揸咗6、7年，原來第一次上去東壩，即係西貢個北潭涌裏邊嘅東壩啦，哇！真係好靚好靚，差唔多人間仙境，真係真人真事啊！咁我講翻啦，講遠咗啦，咁我拉翻嚟，就係話我當其時喺東壩接咗啲客人，有成4、5個度啦。我架車係4人車嚟嘅，咁係嗰啲叫金峰啦、石油氣的士啦，當其時都10幾年啦。咁啊，再出嚟，咁有個女乘客喺我側邊，佢就咁講啦。佢話：司機唔好開咁快咁樣。跟住我答佢，我話咧我唔算快㗎啦。我話西貢嚟講我都算慢㗎啦咁樣。佢可能唔係好信啦。原因咧，我哋喺東壩一路落斜，因為點解？東壩咧坦白咁講，每日都行，我諗坐底啊，都2、3次或者1、2次咁樣。咁因為我唔係日日即係都行東壩啦，咁大體嚟講係好熟嘅。咁變咗咧，你個運作或者你睇到前瞻到有冇車嚟，因為佢係單程啊嘛，即係一條路，即係正所謂又上又落啦，係咪？咁變咗嚟講，我哋快少少，甚至乎嚟講係掌握到嗰個彎位睇得通，咁變咗我哋咪純熟啲咯。但係相反，如果你紅色的士，好話唔好聽，西貢你又要去，赤柱你又要去，係咪啊？甚至乎你話碧瑤灣你又要去，甚至乎而家話好似馬灣啊類似，我唔知係咪肯定啦。大嶼山嗰邊啊，東涌嗰邊又要去。如果揸紅的士嘅話，哇！啲路口十字路口改路，仲有一樣嘢，你接柯打好緊張，係咪一個人？哇！你甚至乎嚟講，可能已經揸咗好多個鐘噶咯喎，已經，因為你冇限制時間啊嘛。譬如你好簡單，你揸巴士，你幾點鐘放工，你都有個時間啊嘛。咁佢可能做多單啊咁樣啊，咁可能趕時間，咁就領嘢噶啦。所以咧，成日係的士，敗又係的士。之前又話網約車，又擔心的士搶生意，又擔心排價嚇。咁而家叫 settle 咗啦，係咪？咁而家的士叫安穩都可以一路做生意啦，咁樣。
但係你諗下，一個禮拜有幾單或者一兩單，有啲人唔喺度，有啲有意外，有啲甚至乎好簡單，之前都睇過啦。突然間喺個酒店自己嘅車撞埋人哋嗰啲，嗱，坦白咁講，而家叫做有個網站，即係有個叫 YouTube 或者有個手提電話，好多時都會發生一啲事咧，都可以拍攝得到。但係相反，以前好多時啲嘢報紙又冇賣嘅時間，懟埋去架的士或者撞到人，諸如此類等等，冇而家咁震撼嘅。即使話的士不嬲以來都好多交通意外，包括私家車都係。咁所以話我好強調，一定要成立一個專案。萬一日後過咗2-3個月，呢單嘢完咗，或者甚至乎上一單因為意外俾架車撞到個的士司機嗰單嘢，都要2-3個月公佈，有個專輯，咁變咗啲人知道避忌點樣避忌法，事案事發經過諸如此類，咁你一路會改善。但係相反，如果唔係重視呢樣嘢嘅話，一路影響。點解？我哋搭的士嘅人要好謹慎啊！變咗你諗下，我哋做乘客嘅一上個車，個司機我哋都唔知佢乜頭乜路，係咪？只不過可能只係知道佢有幅相，大約幾多歲到，咁然後有個車牌，你唔知佢有冇食咗藥，有冇飲咗酒，諸如此類，或者佢行得快慢你都唔知。但係我哋唯有控制就話，一上車你就睇下佢手車係點樣。但係坦白咁講啦，我哋識揸車，梗係知道佢乜頭乜路啦，係咪？但係相反，如果冇揸車嗰啲人冇噶啦，都唔知佢揸得好唔好。當然啦，如果佢錯或者行得快，啲人都知嘅。咁但係咧，要講一聲，即係好簡單，為咗保障自己，你咪講一聲啦。司機，我唔趕時間，可唔可以慢翻少少？如果佢繼續唔聽話嘅話，你就要強烈啲噶啦，係咪啊？強烈啲就話，唔緊要啊，我唔趕時間，你前邊俾我落啦。因為點解？佢唔聽你講啊嘛，因為唔係個個的士司機聽你講噶，係咪啊？咁為咗你安全，第一樣嘢咪攬安全帶咯，減輕咯。因為點解？好多時好多乘客，以前我揸的士都係噶，好多坐喺後邊一樣唔攬安全帶嘅。嗱，前邊我哋一定要提佢啦，後邊我睇唔到啊嘛。但係好多時你緊記啦，而家你上乜嘢唔好話的士，我成日都強調，你搭巴士你都要帶安全帶。嗱，好簡單，如果琴晚嚟講你帶咗安全帶個巴士嘅話，你起碼減傷咗咩個傷害。但係好簡單，如果後邊嗰啲人唔帶安全帶，就算你帶咗安全帶，其實都係可能一樣嘅喎。點解？因為個衝力好大啊嘛。如果佢唔帶安全帶嘅話，佢係衝上嚟嘅，好犀利㗎，好震撼㗎。即係所以就係好多時我哋唔可以大安主義咯。總之呢個7月節，無論迷信又好，唔迷信又好，夜媽媽唔好去得太夜，早啲翻嚟屋企咯，係咪？咁嗱，今集冇乜特別，純粹講翻的士司機交通意外實在太多，因為一定要好好改善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一路都會繼續落去，因為個風險係好大。正所謂一坐車就有咁嘅危機㗎啦，好唔好啊？嗱，今日講住咁多，明天有咩新節目再同大家分享。多謝晒，拜拜。